端分鎮位於台山市中南部，因境內有端山同分水，前人取其山水之靈氣，命名為端分。講起端分，大家都諗起赫赫有名嘅梅家大院，或者呢句街知巷聞嘅老話：端分裏堂底水。今日華仔先唔同大家講名勝古蹟或者歷史故事，今日華仔想先同大家介紹一個人，佢叫梅增新，端分同鄉會嘅創會會長。端分海口埠人，早喺1979年，佢就踏足美國呢片土地，靠住一雙勤勞嘅手白手起家，經歷過艱辛同挑戰，一步一個腳印打拼出屬於自己嘅一片天地。喺2012年，梅會長本住凝聚鄉情、服務鄉親嘅初心，喺布碌崙創立咗端分同鄉會。13年嚟，佢聯同一班熱心領導班子，始終堅持住立足社區、服務僑胞、聯絡感情、增進鄉誼嘅宗旨，不斷拓展會務，專心為新老僑胞排難解困，深得鄉親同街坊嘅支持同讚賞。13年嚟，喺梅增新會長嘅帶領下，與鄉親們攜手並肩，齊心協力，端分同鄉會由最初200人發展到今日2050人，成為一個扎根社區、凝聚力強、影響深遠嘅僑團之一。5月16日，端分同鄉會喺布碌崙新鳳凰城大酒樓隆重舉行13週年慶典聯歡晚會。嚟自紐約本地以及墨西哥、羅德島、芝加哥等地嘅端分鄉親同各界嘉賓500多人齊聚一堂，共聚鄉情，場面溫馨熱鬧，氣氛歡樂融洽。奏美中國歌。Please stand for the national anthem.喺致辭環節，梅增新會長總結咗端分同鄉會過去1年嘅工作，特別分享咗同鄉會去年積極參與世界梅氏懇親大會，喺梅家大院同來自世界各地1800位宗親歡聚一堂，氣氛熱烈，情誼濃厚。其後仲回鄉下海口埠延開80席，款待家鄉父老鄉親，場面溫馨熱鬧。另外，同鄉會亦積極組織動員裏外鄉親參與家鄉梅氏宗祠嘅捐建工作，成績斐然。當晚，中國駐紐約總領館領事同多位民選官員以及各界嘅嘉賓先後登台致辭，高度肯定端分同鄉會多年來喺社區服務方面所作出嘅積極貢獻，特別係喺推動中美文化交流、服務鄉親、支持公益事業以及促進社區繁榮發展等方面所展現出嘅成就。值得一提嘅係，端分同鄉會梅增新會長喺2018年榮獲布碌崙第49選區州眾議員頒發嘅傑出社區領袖獎，係當晚唯一一位獲此殊榮嘅華語人士，充分展現梅增新會長同端分同鄉會喺服務社區嘅貢獻同影響力。當晚除咗有精彩紛呈嘅文娛表演之外，仲設有獎品豐富嘅抽獎環節，深受來賓歡迎。活動亦獲得社區賢達鼎力支持，紛紛慷慨解囊，踴躍捐錢捐物，為晚會增添光彩，亦將現場氣氛推向高潮。自己嘅
嘅老婆。大家邊啲姐先，我哋好唔好啊？送出保健品2盒嘅。阿徐生唔該。6張嘅6份嘅。第一個 number 係36138。多謝晒大軍連長啊！恭喜你，恭喜啊！得多少風波都結束，只因彼此不死的同胞。阿李事手，應該寫咗好耐有呢句嘢啦。快啲！恭喜得獎者！麻煩攞住錢嗰位靚女去咗邊啊？咁多下，全部現金。咁樣嘅大獎啊，一個大獎500蚊啊！俾人哋攞晒佢。又係現金500蚊現金，有請曹先生500蚊。36138。 138。於是咪就好啊！多謝晒曹士良先生送出500蚊現金。而家全部攞獎領獎啊！美麗女士啊！點解最後一次。恭喜！哇！呢個後生仔中咗3次喎！最大嘅獎啊！慢慢嚟講500蚊啊！快啲睇住你啲號碼500蚊啊！仔，我睇下先啦。36138。36138，466。真嘅。晚會嘅尾聲，全場齊聲高唱經典歌曲《明天會更好》同《友誼之光》，用溫暖嘅歌聲傳遞對未來嘅美好期許，以及對彼此一路相伴、互相支持嘅深深感謝。歌聲悠揚動人，充滿希望與感動，為整場慶典畫下圓滿嘅句號。今晚嘅端婚同鄉會13週年慶典圓滿舉行，全場氣氛熱烈，充滿鄉情與歡笑。我哋唐人街華仔攝製隊特別為大家整理咗一輯精彩花絮，希望喺呢個溫馨難忘嘅夜晚，為各位鄉親留低一段美好回憶，一齊重溫當晚感動人心嘅每一刻。